我们有10几个部落的孩子们哈，算是妇女也好，青年也好，会跟大家在对面那个地方一起来共舞。哎，那请大家待会呢，利用5分钟的时间呢，体验我们部落的文化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你们的帮忙。不过待会我们在2楼会有我们手工艺的课程，请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，来跟我们一起来体验我们原住民的手工艺。带来这一首放牛的歌曲。哦啊咿呀，哦啊啊咿，哦呀啊咿呀吼，哦吼啊，哦吼啊，哦吼。我恨你爱，哦呀我嘿，哦呀我，哦哇哦哇咦，哦呀啊咦呀吼，哦啊，哦吼啊，哦吼。早期老人家用这首歌来传述，每次在放牛的一些背景，有一点在唱山歌，也让我们刚刚的舞者来喘息一下。再来第2首，刚刚或许大家都有听过，小牧童对我们尤其是阿美族的社会非常的喜爱这首歌。带来这首《小牧童》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妇女们。